汉光41号演习今仔日第4天，针对中国使船去一个淡水河口攻击咱台湾的首都圈这种状况哦，咱国军事实战演练。一声真大声音，淡水河口12出现爆破的场面，炸出水花。汉光41号演习第4日，战备等级提升到应急作战。国军无期强军直从淡水河口沿河道侵入到大台北地区，成为对首都圈造成危害。日军53工兵群演练河道阻绝，加强淡水河口的河防防卫。M3浦文桥车路水沿河面有3道防线，分别放希望浮球、油桶甲浦东平台结合，体制架正做做决练。过程中，空中无架无人机侦察河面动态，岸边有 CM11战车来戒备。淡水河面已经放装满汽油甲炸药的串联汽油桶，岸边西突起艇连续爆破4个浦东平台。现场爆出真大声音，引起周围钓客注意。有没有觉得很震撼？刚刚看到那个画面。对啊，会震撼啊。由于淡水河口距离关渡大桥只有约8公里的距离，且到总统府等政经中枢也只有约22公里的距离，因此呢，淡水河口也成为共军突击艇对台发动突袭的热点之一。因此，国军在今年的汉光演习也在这里持续的演练河道阻绝，并首度试爆。针对中共想要进犯首都圈，学者观察，为桃园到台北港拢是共军反台定略的节区，所以淡水河口是北台湾的防卫重点之一。国军要阻挡共军的突击船、快艇侵入淡水河水头。那今天如果他同时控制了淡水河口两岸，然后再加上以后的淡江大桥跟关渡大桥的话，那它这2个登陆地点，淡水沙仑跟八里桃园2个登陆地点就可以连成一气，变成一个超大型的登陆基地。国军透过汉光演习加强实战化训练，反制共军威胁。暗过中共继续引起两岸情势紧张。国防部12查到共机14架，其中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加东部空袭有9架，结合共南9架，公务船1架绕台，国军严厉监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